最這步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，志合拍內欄相當快閘啊！中間有勝多多啦，路路勁啦，中檔夾住第4位，仲有環同啊！外邊淺藍衫喺第5位度咧就巴閉王嚟噶，中檔位置啦，第6位嘅馬咧先見到個馬匹有寶城之好，外邊馬池燈啊！內欄位置白衫白帽尾5咧就川河石區啊，後邊嗰4匹馬奇異歡聲、長勝力區、閃電奇進啊！暫時殿後個馬匹係電子紅心嚟噶。好啦，過晒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就路路勁貼欄放啦，巴閉王就第2位啊，內欄第3嘅馬就係勝多多啊，第4位呢，外邊位置有環同啦，埋邊第5位就志合拍啊，中檔第6位嘅馬寶城至好，外邊馬池燈啊，內欄呢一路捽緊嘅咯，尾5白衫白帽川河石區，後邊嘅4匹馬奇異歡聲、長勝力區、閃電奇進包尾入直路係電子紅心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呢，前面路路勁呢仲係佔先噶，外邊巴閉王越逼越近噶啦，偷內欄上有勝多多，中檔追嘅馬有環同啊，入邊追呢，咁啊仲見到志合拍，後多層嘅馬就馬池燈嚟噶。最後100零米到啦，環同外邊冚上嚟，中間追上嚟有志合拍，埋邊仲有路路勁，接近終點，志合拍贏出呢場賽事第2名嘅話，相當接近啦。埋邊路路勁，外邊係環同啊。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咁啊埋邊勝多多，出邊追上嚟，仲有隻馬池燈啊。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志合拍當然都利用到個檔位嘅優勢，前中段貼欄慳咗位，咁啊入彎攞出嚟中檔，咁啊結果一攻而破。第2名埋邊路路勁，外邊有環同要影相。第4名係咪馬池燈出邊追到上嚟呢？好啦，都把握過一檔機會贏馬啦。志合拍第2名呢就好接近啦，環同啊應該同隻路路勁影相啊，路路勁係高盤啲嘅。沈集成啦就最快一場啊！